嗨，大家好，欢迎收看《Kenny Now 星球》。今天的场景跟过去有点不一样啊，因为在过去呢，我们都是在 Now News 里面的办公室录。那今天不好意思，要麻烦大家到我的办公室来看一看。虽然今天不会看到旁边有什么东西，可是我想大家对我今天访问的对象宋宇轩是特别的有兴趣，所以呢，宇轩跟大家打个招呼。嗨，大家好，我是宋宇轩啊，这个来到自己的办公室访问自己的这个同事啊，就变得简单很多。那宇轩呢，刚刚跟我讲说，因为我们过去不是，我们通常不是这样讲话，所以他怕笑场，所以他现在突然笑出来，大家不要意外 ，OK？ 所以你尽量笑没关系，宇轩。谢谢。那所以呢，宇轩啊，这个今年这个球季目前为止打得还蛮辛苦的。哦，对。在今年加入工程师之前呢，你加入还蛮多不同的球队，没错。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工程师队跟其他的球队有什么不一样吗？这个问题小心回答一点。好，首先呢，我就要说的就是行销这个部分，关于我们这里的行销实在是太强，很多球迷都私讯我说，我们的荷包啊都一直在喷钱。我说为什么？因为工程师的行销实在是太强啊。对。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因为我即使台湾也打过，然后之后有去大陆嘛，对，不同的地方是因为有可能是入场的球迷的原因，像 SBL， 像基本上现在就是慢慢的就没有什么人在看，可是因为我们这个拼联盟然后做得越来越好，所以球迷越来越多，所以你知道球员就是这样子，你球迷越多你就越亢奋，你就会打得越好，因为越有信心，因为很多人在看你，你好好表现你自己，对。所以你觉得像这个观众人数的差别是中间的一项吗？对，是一项，然后还有行销也是一项，行销就是另外一个。对 ，OK， 所以这个在球队里面啊，我相信你过去也带入很多不同的球队，没错。那也许有的是你过去在高中、大学或者是别的球队就认识的。Yep. 那要不要稍微聊一下，就是你过去的队友林冠伦呢？现在扮演的角色已经不一样了。哦，对。那在过去呢，他是你的队友，没错。那现在是教练，我是教练。他会不会特别的关照你，或特别帮你开菜单，或者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其实从在金九的时候，他时常跟我讲说，就是你要好好练，就是他跟我说，只要有机会，你要把握住你所有的机会，自然而然就会往上走。像我以前在金九的时候也当过1年，然后后来去达信也当过1年，对，他就跟我讲说，唯一的一点就是投篮。他跟我讲说，你的投篮要练，他说你的身体好，爆发力好。对，那自然而然，你如果想要在场上活得更久的话，就是你的头脑跟你的投篮。对，没错。然后直到现在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了这么多，然后后来他变成我的教练，然后在浩宇的时候，他也跟我讲说，你投篮是要练，他一直跟我强调这个问题。是，所以直到现在的时候，其实他也没有特别的说跟我讲说开很多菜单给我，他也是跟我正常练，只是他会稍微提醒我说，哦，宇轩，你这一球该怎么做会稍微好一点点，就是以他这个以前是学长的角度。可是现在变成是教练的角度，是，但是其实私底下我们还是像兄弟一样，对，都一样，对。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照顾或关爱就是了，不会因为你这不去当过他的队友，所以上场时间多一点。没有，冠伦哥，我都叫冠伦哥，我也没有教他教练，我就叫冠伦哥。其实他从以前就是这样子，我跟他在场上的时候，他第一个他也是送我球，因为我跑快攻，我很会跑，对，然后直到现在。他在场下的时候跟控球他们讲的说，宇轩很会跑，他的冲篮跟顺义他们一样。对，所以他第一拍的时候他会选择还是这样穿场，对，穿场给我。对，是因为其实这种急攻的时候，把球丢给你或宇轩，其实在前面或者是那个顺义在前面跑，其实破坏力真的很大。那他的这样子的破坏力，你觉得有比冠伦跟你划9拳的时候厉害一点吗？可惜是我好像不喝酒，所以我不太了解说他会划拳吗？你有跟他划过拳吗？还是没有？但是我只有一次，以前就是在金九的时候去他以前的那个教的学校，然后让他们跟我们一起打球，然后我们有一起去吃饭，但是基本上我不喝嘛，所以我不知道到底会划拳还是不划拳，我不知道啊。对，因为其实，在教练台湾的球员划拳里面这个我知道那个顺序。如果杨志豪说他是排第一的话，没有人说他敢排第2。对，没错。对，好哥，他以前也是我的教练，所以他非常会滑，非常厉害。他是我看过划拳里面最厉害的吧？对。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打篮球里面划拳最猛的人是谁的话，那就是杨志豪。对，没错，真的。他排第1，可能没人说他是排第1，他说他第2，没人说他第1了。对，没错。那另外呢，就是现在就是今年来到了霹雳，过去你也打过很多双阳将的联盟，那今年你看台湾的
这个霹雳的双洋将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跟单洋将有什么不一样的打法？我先讲第一点好了，因为如果单洋将的话，对本土的发挥比较多，而且单洋将就是现在是讲4节双人制，4节限制，对，人制。然后双洋将比较没办法发挥的点，是因为有时候像每一个队会有一个小洋将，然后就会配一个大洋将，所以会压缩到本土的时间。对，所以基本上来说，单洋将对我们本土的话，发挥的空间比较大。对，但是就是像双洋将的好处，是因为就是说有一点讲得很好，好的洋将带你上天堂，的确是这样。就像我们一样，我们的 Cash。对，我们可以轻轻松松背过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人放进去，对，就是等着他打那个火锅，然后我们准备往快攻，等球过来。对啊，但是如果是单洋将的话，其实不太行。对，如果他是前锋型洋将的话，你也是要follow。对，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洋将就是比较好的原因，是因为他够高，而且灵活度够快。对，就是双洋将比较好处的原因是在这里。是，就是说可能可以在自己也许本土的球员有比较多可以去让放松一点的空间，对，就是空间会稍微大一点，就是你背过的时候，你可以稍微就是不要那么含扣这么多，让他去打那个火锅。对，是。那宇轩，我知道在过去，你丰富的打篮球的历史来看就说你高中是打屏中嘛，对不对？屏中高中。对。那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在你打球的历史里面，譬如说我自己的家人，像我的父亲在年轻的时候不是怎么希望我去打球那你的家人在你打篮球的过去扮演什么样子的一些角色？还有在最近就是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这样子的发展 ？OK， 像我以前其实打球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书读不好，这是一点。然后我以前是读彰化的一个某一所的合群国中，那时候其实是跑田径，是，对。然后后来就是某一天，我有个朋友，他说你长这么高。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蛮高，176吧，对，也不算高，对，但在那种乡下地方可能算高。然后就说你要打篮球看看，说我不会打，然后带你打，对，然后打了1个礼拜的时候，就慢慢的喜欢打，对，然后其实也不太读书，然后刚刚好就是那边有篮球队，是对，然后可是我们那时候是田径跟篮球要一起，你不是只有跑田径，你要田径也要跑，你篮球队你才可以打，对，就因为这样子，然后练了大概几个月吧，然后有一次在那个彰化彰山高中的比赛，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屏东高中有下来比赛，然后刚好经济情看到我，对，然后那时候我什么都不会，我就只会跳，因为我以前练的时候是跑那种无氧接有氧的400公尺、800公尺跟跳高跳远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有压重量，所以还蛮会跳，所以我什么都不会，我就只会灌篮，对，然后我热身的时候我就灌篮。热身的时候我就灌篮，对，然后那时候经纪就过来说，小子不错哦，这样子，然后跟我讲了一大堆，然后就留电话号码，我以为想说，算了，应该开玩笑的吧，我也不太可能走这条路，因为那时候我爸爸就不希望我打球，我爸也很不希望我打篮球，他希望我留在彰化，就是有可能要接他的餐厅之类的，对，然后后来就是打电话回家里的时候，我跟我爸妈讲这件事情，然后留电话、留住址、留资料，后来就真的打电话给我爸妈，是。对，然后后来就因为这样子，我读到国中2年级的时候，就准备要转学去屏东高中的附近的一所学校，叫民政国中读书。是，对，然后后来我就先问我妈结果讲好。对，然后后来我爸一直不要，我爸先叫我问我妈，是，结果我妈说好，我爸没话可以讲，先找一个人来挡一下，就说你去问你妈，对，就你妈说好，对，结果我妈你说什么？对，然后我爸就说你讲好啊，然后我就这样去。对，就这样去。可是因为以前我爸的管教方式是很那一种军事化管理，所以我非常讨厌我爸。对，我爸说191，说291，没有再给你3年。是，对你对就对，错就错，所以我很讨厌我爸。我那时候去读的时候，读国中1年的时候，完全就不回家。放假我跟我爸妈说，我没放假，我就在屏东玩。屏东因为屏东太好玩了，每天打电脑，每天包网咖。这你应该都懂，真的。所以高中就是离开了家里，对，然后去打篮球，那打出了自己的名堂。我有一次，其实在中间的时候，也有一次差点打不了，我印象也是很深刻。因为我永远都记得那个金一金教练那个的脚是7号半，永远都记得。你知道为什么会记得吗？踢到你屁股的时候就踢到我的背。对，因为有一次我们在花莲打那个金一杯，类似像金一杯那种比赛，然后我们屏东高中在那个自强国中，对。
打比赛，然后那天刚好你知道下雨反潮，然后他有没有开冷气，然后很滑，对，我不敢跑，然后我教练就下来，啪啪打了2巴掌 ，Kitty 跟 Kitty 啪，再打一打，又不敢跑，下来叫我跪在中场，跪到人家打到结束，他就踹我一脚，然后那个脚的那个背，那个的7号半就在后面，就在背上，就跪着就跪在那边这样，然后就看成长打完，还在叫我站起来，对，然后他集合的时候我也没集合，我就拿着包包，然后衣服咬，眼泪一直喷，然后就跑回去那个民宿里面，然后就打电话给我爸妈，对，然后我爸妈就说，不你卖趴，对啊，对，然后我就跟我爸爸讲，就是说，没事，要不算你咯，哥哥那我得给他掉，对，就是因为这样子。OK， 所以其实的确啦，打篮球的路程当中，一定会碰到一些自己不习惯的，或者是自己的挑战，或者是对于自己会害怕的东西。没错。那去克服这些害怕的东西，我相信一定有很多记忆很深刻的比赛。刚刚除了你刚刚讲这个金教练7号半的鞋子的比赛这场之外，还有什么比赛让你对于你的篮球生涯印象比较深刻的？如果撇开大学的话，就是我在打那个亚洲大学的时候，然后我记得好像对黎巴嫩吧，然后那一年刚好我们台湾好像取那个国旗，然后刚好那个大陆队好像不打，然后为了这个点然后不打，对，后来就顺理成章，我们跟那个黎巴嫩打那个冠亚军赛，然后我记得好像在开南大学吧，对，然后那一场我就打得蛮好的，然后得了26分的样子吧，然后就得那个 MVP 跟那个最佳舞，对，那也是我蛮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一个国际赛我可以竟然就是可以这样子，对，那是我蛮印象深刻的一场球。所以其实宇轩，我认为就说篮球比赛对于一个选手来看，只要你的企图心是高昂的，你的想法是正确的，其实不应该设限你自己。当然就正向嘛，对啊，就慢慢正向。所以对你篮球生涯的发展来看，以现在来看，你30岁了，对，你还会不会去设限你自己，还是你对你自己未来的目标有什么样子的打算吗？像我以前的时候是有可能，我觉得说想比较多，所以现在其实还好，就当我那时候还没有来到工程师的时候以为例好了，那时候在大陆，然后我打了2年，然后后来因为疫情嘛，所以我回来了这里。那时候我也想说不打，对，因为觉得说好像没怎么必要，对啊，所以我觉得后来我老婆就一直提醒我，一直点我，跟我说不行这样子，她说你的所有的东西努力，跟你的体态，包括你所有的东西，在大陆学到的东西，你都还没有呈现在台湾，或者是在哪里任何地方可以实施。对，尽管不是台湾，任何国家也可以。你干嘛去设限自己？对啊，所以后来我也想了蛮久的。对啊，其实为了这个点，我老婆跟我讲很多的时候，其实我晚上都会自己想了一下。后来她提醒我，说好，那我就再试试。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因为一辈子努力其实就是希望可以得到一个大的舞台，然后表现也许你自己毕生所学的这些技巧跟技能嘛，对不对？没错，真的。那再加上呢，就是好不容易现在出现这个舞台，如果你没有在上面表演一下，好像也对不起自己，对不对？对，所以那时候回来的时候，听到这个联盟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很激动，很开心，因为我刚回来的时候，其实也有其他队找我，但是我心里想了，我又回归到当初为了什么，然后去到外地，对，然后后来我转了一圈，我又回来。对，没错，有可能需要到时候，有可能我回来的时候是回到台湾，没错。对，这是必要的，因为人老了一样会回来台湾，就像我爸妈一样的意思。对，后来我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到哪里都无所谓，我只是想要把我这一生我所爱的篮球，然后用不一样的角度去爱它。对，如果我今天没有打球了，我可能当健身教练，或者是我卖篮球的东西，我也是换个角度爱它，不一样的东西而已。对啊，的确，所以现在回头来看这件事情，就是，你本来可能去别的球队，可是那一拖在海产店吃的那一拖，造就我们又在同一个球队。那宇轩，你这个球季来说，也可以算是受到很多上场上面的一些阻碍，跌跌撞撞。那也跟我们今年其实工程师的发展的路非常的相似。没错，就是我们有很多像你的队友，也是陆陆续在比赛的过程或在练球的过程，都有一些受伤，来导致可能上场的时间或上场的表现得到了一些影响。那现在终于
你要不要先谈一下你当时是怎么复健来克服你的伤痛，然后现在回到场上是不是又有重复活的一种想法？对，在1月多的时候吧，我记得1月中吧，在富邦的时候，然后我也是上场，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快攻的时候，然后不慎，然后下来的时候大那个有点算是3级扭伤，对，然后我当下的时候，其实我有听到那种嘎嘎那种声音，我说啊，完了去了，我说完蛋了，我才刚刚开始，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在赛前热身赛之前我也没打，因为我也是另外一只脚踝也是扭伤，也是在练球时扭伤，是，对啊，另外一只脚是在比赛时候扭伤，对。后来比赛马上结束的时候，马上回来新竹，然后马上去照 X 光，发现哦骨头没事，但是因为很肿，所以我们不能确认说它到底是有没有骨裂，或者是它的韧带到底有没有断。这个让大家了解，他说很肿的大概是多肿啊？那大概一般的脚踝大概这么大的话，他那个脚踝大概这么大。你在夸张？有啦，我看哇，那个如果是卖猪脚以斤算的话，那报喜啊。对，如果那种称重的话，我应该蛮赚的。那个真的长得好大一个。对，这的确真的蛮肿。我那时候肿的时候是从这里肿到这里，对，是真的蛮肿。对，然后后来照完的时候，隔天的时候早上就要练重量了，然后我就撑着拐杖先去练重量。然后我就也没有动，我就坐在那边，然后把脚翘高这样子。对，然后可能可以看。对，我笑的原因是，我刚才想说，宇轩啊，可能他那个脚踝肿的程度，可能有一个比那个脚踝更肿的，就是他的胸肌了。铺梗。后来，然后我就去，然后冠伦哥一看到我就说：“哎，那你怎么不好好休息，怎么还来？”我想说，他就因为练球嘛，我没有跟你请假，对，然后就撑去。然后后来下午的时候，我就开始做我的复健。有。对，我下午隔一天的下午就开始做复健。对，我就开始做了一些弹力带，然后把脚缠住，然后让血液集中，然后放开的时候，然后做了一些脚的一些推蹬的动作。对，然后呢，希望就是说介于它这个血液的那个流动，然后不要让它粘连，然后结在里面。对，然后后来基本上后来它真的有稍微消肿，然后过了1个礼拜的时候照的时候，哇！外侧韧带断掉了，外侧韧带，其实我这只脚也断掉了，对，那些脚踝断掉都还好，只要不要是膝盖都没问题。对啊，像我们的那个谁，钟哥，对，他也断光光啊，他跟我说啊，没事啊，对，断光就不会再断了嘛。对，断光就没有东西可以断啊，没有东西可以断。对，因为宇轩应该第3天、第2天就开始在里面走路了。哦，对，我还以为说哇，你是不是下个礼拜回来打了？结果那个防护员跟我说还早，我就想说，对嘛？我觉得怎么可能？因为那个在走路的脚还是一样很大一颗，对，所以应该也穿不进鞋子吧？哦，对，我那时候呢，鞋子套不进去，对，所以后来我就在水中做了一些复健啊、跳跃啊，然后做一些蹬推的动作，的确利用水的那保护，然后去做一些平衡的动作，让它不会受外力的那种推挤，然后更严重，因为水有保护的作用。对，然后大概这样前后复健的，哇，1个多月，很快，很快。其实跟我的那个自律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我长期的重量，然后导致我的那个脚踝的那个肌力其实都还很好。是，所以当下后来它真的完全消肿的时候，发现它的外侧韧带其实就像面线一样粘住，没有完全断掉。后来我们讨论了一下，就打了那个 PRP， 对，滋长的那个因子，然后打了1针的时候，它就粘回去了，从那个面线。然后变成了那个叫什么面条，对，就变成面条，现在叫板条，然后现在变成那个千层面了，对，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后来慢慢的复健，直到现在回到场上，我当下的时候，我其实很想哭，尤其是我对梦想家那一场的时候，我上场的时候，对第4节的时候连拿10分的时候，哇，那种心情是整个很恐怖的，那个会很澎湃，会很想要哭。但是哭不是因为觉得说自己怎么样，而是觉得说我这些努力是没有白费的。没错，真的。所以呢，回到球场，的确对宇轩来说呢，经过了起伏的这一季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他表现的说真的也非常的好。不过呢，宇轩在你受伤的期间，你有玩任何的手游或电动吗？现在有小孩不玩，但是以前我在屏东高中泡网咖的时候有玩。OK， 所以呢，在这个礼拜我们的比赛。在主题日方面，我们是跟这个
天堂 M 一起合作。对，那你有没错听了感觉起来有点兴奋起来，有没有回到那种高中的时代？没错，我就那种很兴奋，每次一练完球的时候，我怕网咖，然后砸扣了，噔，是那个前奏吗？里面的那个声音，那个死棋那个有没有？那个是天堂嘛？对，这是天堂 M 已经继续的升级往上走，很厉害。所以在这个礼拜呢，如果各位球迷来新竹的主场的话呢，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这个经历跟体验天堂 M 的特别的主题日。今天除了宇轩在比赛当中会非常卖力之外呢，那另外呢，我们也会请到了像新生代的主持人，像何美、陈雨希，她的小茉莉嘛，跟大家一起来做角色扮演，做这个 cosplay。那另外还有我们的 Moose Girl 呢，也会一起扮演天堂 M 里面的角色，跟大家一起来共乐。所以在那一天呢，如果你来看比赛的话，除了可以看宇轩打球之外呢，还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庆祝天堂 M 的主题日。所以我们非常期待各位观众朋友跟听众朋友们呢，一起在这个礼拜共襄盛举。想看宇轩的，绝对不是看她漂亮的脸而已。不过在这边跟大家卖个关子，如果你要看到比这个脸跟我们谈话更多的话，那要麻烦各位呢，下个礼拜再继续看我们的 Kenny NOW星球，因为今天我们30分钟已经到了。谢谢宇轩， OK， 谢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